萬里晴空喚醒個大地，同微風為伴嘅車走進一望無際嘅公路。或者曾經嚟過非洲嘅人，唔少都見過呢一個路牌。其實學員佢哋不經不覺都企咗喺世界嘅中心度噶啦。呢一個路牌係指出你而家身處於赤道，亦即係經緯度當中緯度處於0嘅地區。咁學員喺呢度就係要做一個喺赤道先能夠做嘅實驗，稱之為柯氏力現象 （Coriolis Force）。嚟到呢度咧，就會有啲當地人咧嚟做一個實驗嘅，咁就係關於嗰個方向啦。北半球同埋南半球嘅話咧，就係會轉用咗嗰啲水放咗條木條上去啦。咁喺北半球同南半球係會轉，但係啱啱喺赤道嗰個位咧就係會唔喐咯，就係。嗱，學員喺赤道完成實驗之後，仲可以攞到一張證書。係一生人都未必可以嚟到肯亞呢度嘅赤道啦，所以我覺得好有紀念價值嘅。咁證明佢哋嚟過呢度，體驗過世界中心嘅偉大，見證過赤道嘅神奇。離開赤道，學員們一行人嚟到距離首都羅羅北60公里嘅龍哥洛特火山。呢一座睡火山距離海拔2776米，要登上呢一座大概400米高嘅火山，對於一班學員嚟講，肯定係個巨大嘅挑戰。我哋而家準備去行山啦。頭先有個導遊同我哋講過，有注意啲唔可以行入草叢啦，要跟翻啲大隊啦，同埋要齋捉過啲水啦，保持體力啦。好期待呢次嘅行程啦。喺登上火山途中，導遊表示啦，如果唔夠氣嘅話，可以喺中途嘅涼亭休息，然之後翻轉頭嘅。不過為咗欣賞火山嘅壯麗，咁大家憑住堅毅嘅意志，一齊征服山峰。依家喺呢個 Kenya 嘅 mountain 上面呢，就都行咗一半噶啦，見到呢度風光優美啊！咁就每一個人呢都喺度 breathe 緊，我估咁佢哋都休息緊嘅，啱啱飲緊水啊，就希望頂得順啦，仲有一半啫。好。行咗大概成個鐘山咧，由地下2100米度咧就上到嚟呢個我另一個 Crystal Point 啦。咁呢度咧，我哋23個大使終於上到嚟，有成2560米咁高嘅。咁其實呢座山本身係一座睡火山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前面見到嘅咧，就其實係一個火山口嚟嘅。咁但係因為好耐上一次爆發問過導遊咧，就係1860年。咁所以咧，而家都已經變咗一個樹林，裏面都有好多動物喺度住緊嘅。其實我哋都可以見到嗰度咧，都仲有啲白煙喺度噴出嚟嘅，咁就可以見得出呢個火山都仲係有少少activity 嘅。呢個火山口非常之難得嘅機會真係。好值得啊！雖然行上嚟好辛苦，但係哇嚇幾靚啊！欣賞過自然嘅壯麗，經歷過咬緊牙關向前衝嘅時刻。咁作為活動贊助董事之一嘅 Ryan， 亦都有一番心聲想向學生分享嘅。發覺佢哋不斷咁成長咯，就同埋佢哋就由初佢哋好完全唔熟悉嘅時候，以至好多教練啊，甚至乎團隊嘅領隊啊，不斷咁去鼓勵佢哋咧，一步步睇咗佢哋成長，其實真係好振奮嘅。講真，寄予佢哋真係能夠以毅自勉啦，自強不息啦，希望佢能夠將來出到嚟社會能夠幫到自己，又幫到佢哋其他下一代咁樣咯。肯尼亞嘅旅程令到學員體會咗險地嘅艱辛，而今次行程嘅團長仁愛堂副主席陳婉珊小姐深深了解極地之旅舉辦係一啲都唔容易㗎。雖然每一次我哋揀嘅地方或者籌備上面都真係遇到好多困難，但我哋都好堅持咁樣做落去。而且今年做到第4屆，當我哋睇翻第1、2屆嘅同學嘅時候，因為當時佢哋仲係中學生啦，咁而家已經好多都係大學生。咁我哋建立之間嘅友誼啦，同埋喺佢哋嗰個成長上面，佢哋係亦都同我哋有啲溝通啊，同埋對我哋嘅信任。咁呢一份嘅感覺咧，其實都係令到推動我哋繼續辦呢個極地之旅嘅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咯。希望學生係睇到嗰個係嗰個環境上面，我哋地球
嘅環境上面，係我哋人類做咗咁多嘢，對於地球嘅生態有啲咩影響？呢個係極地之旅希望能夠帶到呢個信息俾學生嘅。今次嘅極地之旅呢，係除咗記得你哋睇過嘅嘢之外呢，最重要嘅就係呢，記得你哋呢係用心感受過嘅嘢，特別呢就係同大家嘅相處啦，同導師嘅學習啦，同埋甚至乎同我哋嘉賓之間嘅溝通，呢一啲嘅感受呢，其實係你哋唔會忘記，同埋一路呢係將來你哋個人嘅成長上面呢，係一定有一個嘅幫助嘅。而一班學員面對呢個充滿挑戰嘅旅程，同樣都係感觸良多。即係行完山之後，我就會覺得，如果我哋有時如果可以大步啲咁樣勇敢啲去做嘅話，其實不論結果係點樣都好，咁我哋最少都贏咗自己。坑下行山啦，真係可能要動落手落，即係唔係淨係用腳行咁簡單，可能用下手幫佢爬下咁樣嗰啲。其實呢啲地方已經越嚟越少見。香港其實我諗要自己揾有可能難啲，咁所以其實大家應該珍惜喺啲郊外地方。我會叫身邊嘅同學多啲嘅去多啲去留意佢身邊嘅自然嘅嘢啦。因為喺香港揾到一個自然嘅地方，其實都比較困難。即係至少香港係細啦，而且佢開始係慢慢有個城市化，同埋喺郊外嘅地區就開始已經有城市化嘅趨勢。個氣管都好敏感啦，都好驚自己堅持唔到行到去山頂。點知我哋就好多人都一路咁樣支持我哋啦，好多人都扶住我啊咁樣，我都感受到佢哋嘅關心，咁就知道其實我哋唔可以咁輕易放棄啦。譬如行山嗰陣時，有啲人爬唔到上嚟，需要啲人幫助，跟住我睇到好多人喺度幫緊啲需要幫助啲同學，都好感動。跟住我自己都有幫啲需要嘅同學，真係好多啲團隊精神咯，都好感動啊！嚟到肯尼亞，點可以唔去馬沙馬拉呢個地方睇下舉世聞名嘅動物大遷徙呢？延綿萬里、塵土飛揚嘅場景，又會唔會喺學員同埋導師面前出現？